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看桃园的龙德宫。8天7暝行路绕境，伫3月20日的暗时已经来起驾，而且嘛来到鹿港的天后宫。虽然讲落着雨，信徒也是真热情，沿路摆这个香花道来恭迎着妈祖。配合着疫情，所有绕境的队伍拢来挂着妈祖平安翠安，大家祈求这个雨水紧来，这个疫情紧走。 花车变变桥烟火冲上天，农历3月小妈祖桃园龙德宫是今年全台湾上早绕境出发的妈祖庙。3月20日暗时起驾，到中华鹿港天后宫的时，场面有够闹热。司马乱桥出巡，龙德宫上有名的仙女呼救变成一个亮点。各种阵头对伫后壁，超过3000名信众用行随香挂火。天后宫热情恭迎妈祖乱桥。妈祖一起驾，随着大雨来，互咱这干旱的时阵来得及时于普降甘霖安尼吼。 桃园龙德宫神庙落成入伙安坐后，头一摆来到鹿港天后宫，虽然讲有落雨，不过热情的信众沿路设香案供迎妈祖，信徒是一步一脚印，甲妈祖做伙行。带着满满的祝福，对上天的一个祈求来孝业然后征服。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，入境队伍拢有挂妈祖平安翠安，嘛祈求妈祖的保庇，让这个水情赶紧改善，疫情赶紧消退。